今天这个大节即将来临了，上天也不忍心玉石俱焚，所以在2009年到2011年我们的仙佛藏的这一边的道场批了很多的讯文，提醒我们修道要快马加鞭，在12国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告诉我们做的快秩序。然后呢，后学呢刚好就是在这篇快秩序的完结篇，后学那一天刚好就在我们的崇义佛院，后学当天在那边开学界的法会，后学在现场。那时候后学是下午仙佛灵堂开沙嘛，大家精神都不大好。后学听到已经有点想睡觉了，突然仙佛这句话冒出来，我全部都醒来了，后学吓大了。老师讲了哪一句话？岁末班船开启了，鸣笛了。若还不修办道，莫怨什么苍天无情。各位学姐，天什么很紧急？你们看到这个船开走了，这个法船一开，有多少众生上不了岸啊？各位学姐，要不要加紧步伐？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缘人，赶快带他上岸。他已经上岸了，不要怎样，随便跳船，好不好？好，这个诺亚方舟这个仙佛的船一定要好好的搭上，不要跳船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各国世界各国的文字因为很多文我也看不懂，看得懂都是像那个英文 fast 看得懂，好，这个中文字看得懂，所以要我们快马加鞭，就是要加快脚步，让渡人成全人要加快脚步。后来呢，把仙佛批的这篇妙训，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如今末后时已紧，天灾人祸步步逼。而人无有功德性，岂可拨转这业力？所以现在的业力有没有很快天灾人祸有没有加快速度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日本311海啸地震的一个真实画面。你看这个海啸一来你看日本是一个非常有防灾观念的国家他把他们的那个防波堤做得比一般还要高2倍。结果海啸来的时候有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好，所以你看这个船全部都超过那个防波堤好，全部都没办法防。你看那个车子家财灾难一来的时候，我们的身家财产一夕间都没了。你看这个灾情一来都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最近天灾人祸很多，像韩国连续下大雨50几天，那大陆是不是水灾连连那现在以后还有地震、海啸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局了？人讲一头恰牙牙啦，虽然够细命，你知道道好，你就赶快努力。好不然呢，上天讲了，要拨转这个业力要靠什么？功德。所以上天呢，要拨转业力，一定要什么？功德银行要存款。上天也是公平的，该还的就是要还。所以我们要不要好好努力，加紧脚步？好，所以现在功德银行呢，上天告诉我们，上天让我们银行好不好赚？1块好厉害，100块的利息要不要好好把握？一本万利所以上天说，天上存折，点点累积。我们求了道就开户了，因为有三宝立马就给我们了要不要好好的存款？户头都开好了，就只差存款。好，所以呢，这句话也很好，一起来念好不好？趁此时速修道，快了愿力还业力。趁此时行功利，无常快速难躲移。趁此时速修办，断除烦恼6根习。趁此时大愿力，成仙做佛属于你。人生如梦取一场，身坏孽影总难随。如今是什么？末后大清算，切莫异乡恋不回。这一年呢，也是后学最难过的一年，因为年初那一年，后学公公大年初7就发生车祸往生。
就那一次的这班法会在台东，或许本来要去参加的就没办法参加。就那一次的法会，仙佛批了一个妙训，叫什么训？修道保险单。所以各位请选，你看日本这么有多防灾观念，他怎么防？就是躲不了。所以最好的保险就是投哪一个？上天的保险，买修道保险单，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这2行就可以了。修道保单，人人投，欲得幸福，快快修，稳赚不赔，零风险，乾坤童女灾劫多。哇，哪一个保单是稳赚不赔的？就是上天的保单。好，我们已经投保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投保，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爱心、慈悲心肠。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只是与道同行，还跟谁同行？与佛。我们今天呢，陪伴我们身旁的就是我们的谁？老师、师尊、师母。那我们跟老师求完道，就跟老师结下了什么很深很深的师徒之缘。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哦。所以，或许在天上呢，看到老师的模样。或许被老师感动了，老师爱徒儿的心啊，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只要徒儿能够平安修办道啊，老师什么事都愿意帮我们做，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道场平安修道啊，就是老师在后面有一双无形的手，慢慢的牵引着我们，然后一双无形的翅膀保护着我们，让我们今天还可以在道上平安修道。那因为像我们发一重的道场，现在也没有仙佛见相，连开沙都很少。那后学呢，一直觉得很多徒儿，包括后学，我们很多人都不够了解老师。那为什么不够了解老师呢？因为老师仙佛我们肉眼凡胎看不到摸不到。那后续就把以前老师借窍的影片啊做个剪辑，不过这个只有声音档，那后续播给大家听听看好不好？老师对我们的爱哦叮咛有多深？那因为这一版后续故意去找那个以前台语的法会。是台语版，那因为想说我们本道场有很多老菩萨，可能听台语比较适合。
师对我们的深切叮咛。老师每一次来都很开心的来，要走的时候都带着眼泪，舍不得我们徒儿离开。那这老师在那班法会做了一首歌，叫做《修行路师徒情》，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感受到老师对我们的爱。那这首歌唱完了，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一边来唱这首歌呢，一边来体会老师对我们的爱非常的深。或许在天上真的看到老师呢，就是在那里等着我们徒儿修道。那我们老师在天上看我们徒儿修道，或许看到老师的脸都愁眉苦脸的，也就是我们常常都让老师安心。所以我们要去到老师最不放心的地方哦，做老师最放心的徒儿，好不好？哦。或许讲一下为什么或许说要与自信佛同行呢？因为或许刚刚早上刚刚前一堂课有没有讲？就是呢，仙佛有的德相呢，我们都有，弥勒佛的大度包容，济公老师的潇洒，有没有？菩萨的慈悲，这些德性我们都身上都有，只是他们是显象版的佛，我们是哪一种？隐藏版的仙佛。就是有一年呢，或许就有这种感触啊，说，我们都是隐藏版的仙佛，好好的修啊，有一天都跟诸天仙佛一样，把我们的内在的德性一一的显现出来。或许这么小的时候，有一天或许在开车啊，开到一半，突然听到一首歌，吓到后学的，知道吗？原来后学老师把这个做成了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尊佛》，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这是后学讲的隐藏版的仙佛，老师就写在歌词里面，把后学吓到了。所以我们真的都是一尊佛，我们都是哪一种隐藏版的？透过修道把它变成什么版？显象版，好不好？我是一尊佛，这是我们的灵妙天尊老师做的。那唱完这首歌就真的要结束了哦。所以我们这辈子有道同行，有佛同行，还要跟谁同行？我们的自信佛，我们的良知良能同行。种种故事随便划过，每一个当下都要用心把握。经过了苦与乐，超越了起落，就一份感恩在心窝。许多的错过，我怎能迷惑？先笃定自己该怎么做，明白了对错，放下了执着，我的心越来越宽阔。好，歌词来了哦。我找到隐藏已久真实的我，我们都是一尊什么活泼又庄严的一尊佛，我们是不是隐藏版的仙佛？真的是上天都做歌来肯定我们，我们都是一尊隐藏版的仙佛，好好的透过学修讲关系，我们都是神仙的候选人，将来
欢喜，多超然洒脱。好不好听？好，非常好听。因为学当时在开车哦，听到这首歌，觉得快跳起来了。怎么发现跟上天啊这么有默契哦？突然仙佛做了这首歌，让后学很感动，也很感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后学已经超过5分钟了，后学真的要做结束了。结束就是老师带后学回到天上啊，就是看到了这个仙桃园。原来每个人求道以后啊，我们都颗仙桃的种子就种在仙桃园。将来各位贤贤想不想吃仙桃？你就2种水，哪2种水？智慧水、功德水。所以今天在座贤贤呢，上天都帮你浇了这2种水了。以后常回佛堂，这2种水就越浇越多。将来回到天上，我们都有仙桃可以吃，这样好吗？好，那后学想了5年，终于找到了终极人生价值呢，就是往内要擦亮我们的心灯，也就是把我们的金刚佛性把它擦亮。这辈子不擦，下辈子再来，那就是6道轮回。所以呢，我们今天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有要来成长，都有功课要做。成长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不需要成长，这个我们的金刚佛性不需要再擦了。这样了解啊？这辈子不擦，下辈子要再来。再来往外呢，我们就要怎样照亮别人，让我们的佛光爱心发挥出来。所以人真正的收获不是拥有，而是付出。付出才会结出。那在哪边付出更不得了？像后学呢是护理人员，护理人员是白衣天使。那白衣天使呢，其实我们医生护士再厉害，是救众生的肉体，这个肉体毕竟是假的。那我们今天在道场，我们都是什么天使？白羊天使，我们可以救众生的灵性解脱。所以我们在道场上，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更不简单？所以我们在道场上好好的服务呢，可以帮上天的忙，救更多的众生达本还愿。所以郑成功大仙结缘心这么说哦，不要说难，不要说忙啊，说忙说难，说难说忙难躲无常啊，今生不办怎么对得起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修道呢，行遍世间天下路，唯有什么不误人？修行不误人。好，那后学讲前面，你们就念后面好不好？吉凶祸福，天主张；毁谤称誉，人主张；立身行道，我主张。好，今天成仙做佛也是我主张。那今天后学讲到这边，讲得很不圆满哦，叩求仙佛慈悲赦罪，请两边的贤贤多多补充，那请各贤贤多多包涵。好，非常感谢贤贤让后学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谢谢各位贤贤。感谢讲师慈悲前道，恭道，鞠躬，非常讲。请秘书长帮我们慈悲。